我怎么知道前面有人啊？就是我听到一个小朋友啊，跟他的阿公说：“阿公，有人大批乱。”我一听到，哇，这小朋友哇，客家人啊！欢迎来到怪客临门热炒店，俺是挑嘎，我是老板宋敏憨。这个来到热炒店嘛，很多人就会想要小酌2杯。那提到这个喝酒呢，想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客家人喝酒哦是有分3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比较文雅一点，叫做啉酒，来大家念一遍哈，啉酒。这个啉就是喝，比较文雅的用法，会用在啉水、喝水、啉酒这种情境之下。第二种 level 呢，叫做私酒，私酒就是去喝喜酒，来大家念一遍哈。私酒，喝喜酒或是小酌2杯的意思。第3个 level 就厉害了，一听就很有气势，叫做塞酒。来，大家念一遍，塞酒。通常呢是比较粗犷啊的这种男性在使用的，所以女性哦比较少用。我们平常呢喝酒喝得很猛、很烈、很粗野才会用这个词。那刚刚大家念的还是有点文雅，通常念这个词的时候还是要把那个气势再出来一点。来，大家念一遍哈，塞酒，再用力一点，塞酒，不知道为什么有种被骂的感觉。再来教大家一句客家话，来，我们请看，叫做1年5酒，6年5度钱，意思就是说哈，我们喝酒要一群朋友一起喝才会比较有 feel 啦。那边好像有客人来嘞。哦，你是这边吗？来，后厨，好像有3个盘子来了。来，我们掌声欢迎3个盘子。来，欢迎。这板啊！哇！坐，欢迎，台上有位置，人也太多了吧？这生意很好哎。跟你们欢迎来到怪客临门热炒店。你好，我跟你们说的那家热炒店，特别什么越南小吃部啊？是啊，你刚刚听到的，他说客家话欢迎光临的意思，客家小吃啦。欧爷好久不见嘞，你的女儿都长这么大了啊？喂，像女儿啊，真不是开什么玩笑？瑞恩你也感觉？不是，哦，不是啊，宋明翰，好不好？对了，长大好多啊。那这2位你帮他介绍一下。好，介绍一下。爱董来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爱董啊，爱炒的董事长的董。我以前在药厂当主管啊，现在做全职的喜剧，有一个可爱的女儿，4岁啊。当然我已经已婚了，女儿还没有，好不好？太早了。而且一般人自我介绍不会介绍那么丰富，对不对？对，真的是好详细啊。那这位Q 猫，是大家好，我是 Q 毛，我是 QQ 奶茶好喝到没铺的 Q 啊，毛手毛脚的毛。我也是以前是一个药厂业务啊，我上个礼拜换一台新车啊，我儿子呢今年是4岁半了啊，没有想知道那么多啦。好了，既然你们来了呢，我也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店的格局啦。你看看，我们这个店这边有放一支麦克风，然后呢，刚刚讲了嘛，我们是做客家菜的。我们这个店有一个特色哈，就是只要你点的客家菜呢，跟你等一下站来中间拿起麦克风讲的故事有关的话，你这道菜就直接免钱。不是，要在这边讲故事给这么多人听，那怪没有隐私的啊。老师不用钱哎，不用钱哎，他有讲不用钱，讲故事就不用钱。讲报讲啊，讲报是不是？我客家人呢，开什么玩笑？对啊，免费。我跟你讲，我们是有条件的哦。你讲完你的故事孤事之后，我们会先问观众朋友喜不喜欢你的故事，如果喜欢，他们热烈鼓掌才免钱。如果他们不喜欢的话，价格直接 double。奇怪，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可以，没问题。欧阳老师讲到你们倒店，我跟你们讲，想要挑战一下是不是？来，你们先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菜了。哇，糟糕，我现在听不到又看不到，真的远视是不是？我先来一个好不好？虽然看不到清楚，可是一定有姜丝炒大肠。有，客家有没有啊？有啊。想要点这一道是不是？姜丝炒大肠。来，我来先教大家这个姜丝炒大肠的客家话怎么讲。叫做恭喜炒胎虫。恭喜炒胎虫，听起来很像脏话的感觉。等一下，我们这一集从开场好像就一直在教脏话的感觉。好了，这个欧阳老师，想必你人生经验这么丰富，脱口秀又说了这么多年，你一定人生中有很多关于恭喜炒胎虫的故事吧？有吧？点什么讲什么？我刚不是讲了吗？那
那待会啊还要讲客家话哦，对啊，永喜操胎宠要用客家话讲，免费，有超多的，有是不是？超多，了解欧爷的人就知道，他这个表情就是要开始瞎掰了啦。可以，即好了，我们掌声欢迎欧爷带来永喜草胎宠。这个我前几天中午吃饭到了一家客家餐馆，点了一道永喜炒台虫，什么都没有叫，就只吃永喜炒台虫。吃完了以后，满嘴都是永喜跟台虫的味道。好，那后来吃饱了吃饱了我就要去上课了。因为我不只是脱口秀演员，我也是个讲师。我到台南搭高铁，搭高铁各位有那种经验，有的时候你会分到2排座，有时候会分到3排座。那天下去人比较多，我就被分到这个3排座正中间，人多压力大。结果还好，到台中，一到台中以后，很多人就离开了。一离开附近没有人了。各位没有人的时候，只剩你一个人的时候。做什么？好机会，做什么？通常是做什么？做什么？谁知道？对，放屁，太厉害！这一段我每次问大家，只有你说放屁，你知道吗？待会旁边的人注意一下你一离开就会放屁，你知道吧？我就讲，只要旁边人一离开太好了，那就是放屁的好时候了，因为你没办法挑有人的时候放屁，对不对？好，这个公德心的问题，那没有人，就是该放屁，这是公德心的问题。好，那个时候人一离开，我就很自然了，没有人了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太长了，彩排的时候不是这样。当然，就余韵也是大概是这样子。哇，就屁一放，舒爽，开心。就没想到，有趣故事就是那个没想到，竟然前面还有坐人，我大意了。你说，老师你怎么没有发现呢？没办法。他们身高不高这个座位上我看是没有人嘛，我是听到声音，听到有个小朋友，就跟他旁边可能是他阿公，他跟他讲，阿公，有人放屁，我讲哇糟糕，有人，小朋友，等一下，先不要讲下去了。怎么了？你记得你的这个故事叫做永喜操胎宠吗？你是不是要偷偷讲句这个放屁的故事？没有，我放的屁也是。永喜炒胎宠的味道，什么东西呀？我会加。你要讲放屁的故事，我就再给你加一个难度。这个放屁也要用客家话来讲。我来教大家放屁叫做大批乱，来讲一遍。大批乱，麻烦等一下讲到也用客家话来讲。你们待会自己要注意一下，对，不要点太难的菜，不要耍小聪明啊！我刚刚讲到哪里？被小朋友发现，我怎么知道前面有人就是我听到一个小朋友跟他的阿公说：“阿公，有人大批乱。”我一听到，这小朋友客家人竟然会这么精准的说出大批乱。我上网马上 Google 查一下，发现原来是放屁的意思。谁放屁？那不就我吗？就被抓到了但是还好，他阿公一定是社会化的结果。阿公马上说：“哎呀，不一定摸了。”你不要乱说了就这小孩子继续讲，阿公有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闻到永喜炒台宠的味道呢？等一下，这小朋友是气毒犬是不是？他是怎么从屁里面闻到永喜炒台宠？小朋友那个嗅觉跟味觉可能都还没有被污染是吧？然后就是被我这个永喜炒台宠的屁给污染到了嘛，所以精准的说出来，哇，这个太厉害了，又学了一课。永喜炒台宠，结果一讲完以后，他阿公一听，没一听了肯定有很多人都吃永喜炒台宠嘛，对不对就要他不要再追究了，这个态度就很对了，对不对？结果这个小孩子不死心他怎么样呢？我就看到他坐我前面嘛，他的头就慢慢浮起来，开始360度的旋转。当他转到180度跟我四目交汇的时候，我看他看我，然后他再慢慢的再转过去剩下的180度，然后他再转回去的时候，他就跟那个潜水艇的那种潜望镜一样慢慢下降，完成他的任务了。结果他就跟旁边的阿公说：“阿公，
我觉得是我们后面的人。阿公说啊，不一定啦，不一定啦，你不要玩无赖人了，没有啦，阿公，因为我们后面只有他，没有别人了，一定是他吃恭喜炒台虫。哇，就会心想怎么办？你知道怎么办？就遇到这种状况啊，对不对？开个玩笑，我也是知名人物呢啊，对不对？遇到这种事情，当然面对。我怎么面对？我站起来离开。我面对那个厕所的方向，逃离现场，对不对？啊，就不走还好，一走，那个小朋友一看啊，阿公就是他，就是他了。我差点一转头看到他，是不是跟瑞喜？等一下，瑞喜是台语，哎，瑞喜的客家话怎么说？叫卡西，卡西，卡西。对对对，我早就把他卡西，卡西。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念，所以我就没有卡西他。语言的重要，我就看着他，他看着我，四目交汇。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对，是阿北放的，啊，怎样？阿北很有名的啊，你去找我哈，我谁？我董志成。这就是董哥他吃了恭喜炒台虫放屁的故事，谢谢大家，谢谢。刚刚谁说像的？像，好像。造成他的困扰，非常抱歉。好了，我们来问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喜不喜欢董志成恭喜炒台虫的故事呢？喂，谢谢。有一道菜，有一道菜，一道菜，是，完全看不出你们的品味在哪里。好了，既然是一个屁的故事哈，我再跟你讲一个跟屁有关的客家话哈。还有，哎，叫做“叫大批”，来念一遍，“叫大批”。哎，什么意思？就是形容你刚才那个段子啦。怎么样？废话连篇呐，没有重点呐。客家话还有这种形容的哈。好了，大家都蛮喜欢的，来再看看你们不要再点什么菜。我你只有这样的，选不要太难的，要不然客家餐厅很难念，我跟你讲，超难念。客家餐厅的最出名的料理就是咸蛋炒苦瓜。对，是这样子吗？不是吗？而且咸蛋炒苦瓜也是我们的拿手菜啦。哦，我来教你怎么讲好了。这个客家话叫做喊乱炒富瓜，来念一遍哈。喊乱炒富瓜，听起来更像脏话了。哎，对，不知道为什么。你确定不换一个菜？这不好念。对啊，不会，我跟你讲啊，这喊乱炒富瓜吃起来有点苦涩。是。哦，我想到我最近的生活啊。哎，老板，我问一下，是婚姻客家话怎么讲？叫混银。哎，没错。你确定要讲混银的段子？就不行吗？没有问题吗？你会很认真的走心的。我就讲啊。不要再这样威胁他了，直接让他讲好不好？我们掌声欢迎爱董带来的喊乱炒富瓜。哇，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珍惜的听啊！我刚刚啊点了一道喊乱炒富瓜，哎，没错，就让我想到我进入混营之后的生活。哎，你知道吗？我以前啊都在想是买车子还是买房子，哪一个折旧率比较高？我后来发现是婚姻哎。怎么说？哎，你想一下，在婚礼的时候，你们还是新郎新娘，婚礼一结束就变成老公老婆，哎，折旧超快的吧？整个就老了。而且你们的关系啊，你们彼此关系就变成前男友跟前女友，因为你变夫妻了嘛，对不对？而且所有的这些字，只要加上“钱”这个字，代表什么？什么意思？好日子过去。你想象一下，有没有哪一首情歌是在描述婚后的？没有，对不对？所有的情歌都在描述婚前，对不对？有吗？给凹啊，给熬比较像是癌末。哎，不是吧？对，也对。不是，我跟大家讲，一个正常的男人啊，如果他进入混营之后，还能够写出动人的旋律，就表示啊，这个男人一定有问题。所以我说啊，周杰伦一定是个好爸爸、好老公。怎么说？他进入混营之后的歌哦，没有高潮是不是？对。我讲的是歌哦，我说的也是。不是吧？不是吧？而且啊，你有了孩子之后，
你们的夫妻关系又变成前夫妻关系耶，你们变成爸爸跟妈妈。哇，爸爸不只是爸爸，爸爸还是剑拔。你想象一下，孩子如果做得好啊，妈妈就会说：“哎呀，你好棒，不要像你爸一样。”孩子如果做不好啊，妈妈就会手叉腰说：“什么不学，学你爸。”都是我们的问题耶，太奇怪了吧，对不对？我问一下，我们今天在餐厅吃饭，对不对？问一下大家，你们去吃餐厅的时候，会不会看他的 Google 评价？会啊，会一定会看。会大家都会，对不对？哇，我那天去一家餐厅，我去查他的 Google 评价只有2.1颗星，超低的。我在想说，是你的菜色不好啊，还是你的服务不好啊？我就滑，哇，看到一个5颗星的评价，这么难吃，就像粉银，不能只有我吃到。太过分了吧！那你还给5颗星，这什么心态啊？我跟大家讲啊，这就是你们长辈的心态。想一下，你们长辈啊，每天在旁边说：“哎呀，结个婚呗，就是老了之后身边有个伴吧，生个孩子吧，一个会寂寞生2个吧。”长辈在想什么？想什么？我以前日子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对呀，这就是长辈的心态，有道理呀。我自己进入这个粉营之后，我老婆开始会做饭，是，但是她不会做喊乱操富寡，你会做还要硬讲是怎样？他也不会九旗超台种吧？对，都不会。但是她会做面包，她会做面包。哇，她每天要做面包啊，换个配方啊，换个奶油啊，换个面法。问我说：“老公，你吃吃看有什么不一样？”天哪，我根本吃不出来啊！她有一天做了一个盐可颂。你们知道盐可颂吗？可颂，对，他做盐可颂，他问我说：“老公，你吃吃看有什么不一样？”我怎么可能吃得出来啊？对不对？但是这就是我练习即兴的时候了。即兴，怎么做？我吃了一颗这个盐可颂之后，咬一口说：“哦，天哪，这个奶油就像晨起的晨露一般，那样的清新而不腻呀！”哇！我老婆说：“我没有改奶油，我改的是盐之花。”我说：“对，就是盐之花。”就像晨起绽放的那朵鲜花，让整个香味释放在我的口腔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对啊，我老婆接着问啊，你知道这是哪里来的盐之花吗？你是要逼死谁？我就问，怎么你是要逼死谁？我怎么知道？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提示啊？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提示啊？他说老公，这是来自法国的盐之花。哦，法国！我听到之后 ，Oh my God！ 哦，难怪啊 ，This morning 啊，我开会的 meeting 之前啊，跟我老板讲说 Bonjour，comment allez-vous？ 这说送给喝。厉害，感觉很法文的感觉。它就是法文，真的厉害，就是法文。哇，我怎么大屁软呢？我怎么可能吃得出来，对不对？我最后还想跟我老婆讲啊，你呀根本就是给我大屁呀！给我大屁！好，谢谢大家，我是在粉营之中挣扎的爱豆，谢谢。好敢讲啊！对啊，哇，各位，你们见证到爱董的前婚姻了哦！哇，好了，我们来听听看爱董这个粉营喊乱操富寡的故事，大家喜欢吗？喂，感同身受是不是啊？里面还带有了一点怜悯的那种感觉。有一个爸爸都哭了哇！好了，来，我们来看一看，还有没有要点什么东西？两个道菜了。对，老板，我想请教一下，我可以先讲之后再点菜吗？没问题啊。但是你的这个故事跟什么有关呢？是跟车子有关的。那我先教你车子的客家话。怎么说？叫做茶茶没错。那我们掌声欢迎 Q 毛带来茶的故事。还可以这样。各位好，我是 Q 毛。我上个礼拜换了一台茶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台新的茶我前一台茶呢是家里老爸开了25年的一台老茶这25年来啊，我老爸在停车的时候有一个我一直都没有办法模仿的一个动作，就是我老爸呢，他会手扶在这个副驾驶座上面，然后呢左手呢放在方向盘上面，然后头呢往后望，这样子倒车。我小时候看到，我以为家里的车是没有后照镜的，你知道吗？怎么可能？什么年代没有后照镜的车吗？有车门跟车窗吗？你的车？没有，你们开的是马车吧？不，我可能讲错了，是有后视镜，也有后照镜，但是当年是没有倒车雷达。对那时候我年纪还小嘛，所以我都跟妈妈坐在后座，那我都躺在妈妈的这个大腿上面，因为怕晕车，我就看着我爸爸每次倒车的时候，
他有一个我都没有办法模仿这个很有自信的笑容。我就奇怪，很纳闷，这倒车有什么好拉风的呢？这个笑容啊，就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就不晓得说这个笑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我们家呢只有一个车位，所以车厂告诉我说：“Q 毛，等到你的茶野来的时候啊，你就必须开你家那台旧茶野来报废啊，这样我们可以做个交换。”这样，一直到上个礼拜，车厂通知我了，他说 ：“Q 毛，车来喽，把旧车开来报废吧。”我就带着家人，在报废的前一天去餐厅吃饭。我开着那台旧的茶野停车的时候，我发现这是我最后跟他相处的时光，我就拿出了我的手机，拍拍这个仪表板，摸摸这个方向盘，然后看着我旁边的这个副驾驶座的皮椅，光光滑滑的。这25年来，我都没有这样好好的看过它。用手机把它拍起来。接着，我做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动作，就是把我的右手放在副驾驶座上面，然后回头要拍后座。那一个回头，我拿起手机拍向后座的时候，我看见了我的妈妈，她笑着看着我。他的大腿上面躺着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好像我的儿子一样，笑笑的看着我。我才知道，爸爸的笑容不是因为车子快停好了，是因为他看到我的妈妈跟当年的我，他很满足。我才发现，原来爸爸这一个倒车的动作，像是一把钥匙。他会打开一些很宝贵的东西，可是，一直到这台车要报废的前一天，一直到我都成为一个爸爸，我才能打开它。我很舍不得的拍了后座的照片，转过来的时候，我好像听到我妈妈跟我说：“阿迪亚，这真是一台很棒的车。”这也是一趟很美好的旅程。是时候该换一台 Volvo 了。不对吧？Volvo 结束了吗？你接业配了吗？为什么要突然业配啊？你怎么可以自己接业配？这车很贵啊！不是，我这种说的吧？把我的眼泪还来啊！太莫名其妙了吧！而且你这个故事跟客家菜有什么关系啊？对啊，哪一道菜？我讲的是跟擂茶有关的故事啊。哪里有擂茶？这就是一个很擂的茶野的故事啊。说什么啊？什么烂谐音啊？什么东西？不是吗？我跟你讲，擂茶的客家话是擂茶，来大家念一遍，擂茶。什么谐音梗啊？太烂了吧！好了，尽力了。我们先来问一下大家，喜不喜欢他这个很擂的茶野，这个擂茶的故事，大家喜欢吗？谢谢。人很好，谢。好了，这个我来结算一下哈，今天你们一共点了3道菜，一共是恭喜炒胎虫、喊乱炒富寡，还有这个擂茶。3道菜呢，显然大家都非常喜欢你们的菇丝。好了，3道菜算你们免钱了。谢谢大家，谢谢哈。好，那跟你们介绍一下哈，你们喝的这个水呢是阿尔卑斯山的纯净矿泉水。对，这个今天是大特价啦，算你们26000就好。太贵了，26000。再来教你们一句客家话啦，叫酒柳挑家，银钱唔银银。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没钱就不要来餐厅吃饭啦。你要给我大批啦！谢谢。好，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为大家介绍所有的演员。首先是欧爷、爱董、Q 毛，还有我主持人宋明翰。祝你们开房间，拜拜，拜拜。